惊醒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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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耶稣已降生。走进这
等候耶和华，他是我们的帮助，我们的盾牌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，因为我们向来依靠他的圣名。耶和华啊，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，向我们施行慈爱。阿们。走进这里，我等候你，我等候你，我等候你，走进这里。耶和华必然等候，要施恩给你们，必然兴起，好怜悯你们。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，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。阿们。全释放你宝贵生灵，许开那降下来，许开那降下来，全然释放你宝贵生灵，许开那降下来，许开那降下来，全然释许开那降下来，我等候你，我等候你，我等候你，走进这。
解崩塌，人就盼望，是不是我太傻？勇敢坚强，突然发现，找不到心中的力量。你是一路曙光，指引方向，一直在我身旁。你牵着我，虽然我会软弱，记住你却从不放手。你的怜悯永留，远超过我所求。耶稣的爱光我有，想要勇敢坚强。突然发现，找不到心中的力量。你是一路曙光，指引方向，一直在我身旁。一路你牵着我，虽然我会软弱，失落你却找回我。你能闪如太阳，你心事如晨光。天父的爱环绕我，唯有你我所求，牵着你不放手，唯有你我所求，牵着你永远不放手。一路你牵着我，虽然我会软弱，失落你却找回我。你亮闪如太阳，你心事如晨光。耶稣的爱环绕我。想要勇敢坚强，突然发现，找不到心中的力量。你是一路曙光，指引方向，一直在我身旁。保罗归主，保罗、扫罗，一个躯体，两个名字，两种不一样对耶稣的看法。曾经有一首歌这样说：我知道我曾失丧，经被寻回，曾瞎眼，今却看见，这足以见证耶稣是神。现在我们一起来领受青年团契带来的戏剧。当诗句团在宣讲耶稣救恩的过程中，众人听到都很愤怒，但这时诗句团被圣灵充满。我看见天，人是站在神的右边。神啊，求你修复我的灵魂，不要把罪归给他们。
给我跪下！少给我轻举妄动了，帮他们戴上手铐。不管你们再怎么跑，我还是会抓住你们的。动作要快，老板要来了。把他们都抓起来，一个都不许漏掉，看你们还敢不敢再信耶稣？啊，再信啊！让你们下到监狱里去和耶和华悔改。带走！起来！还敢动啊？他就是我们故事中的主角保罗。他原本的名字叫做扫罗，是一位罗马公民。但本身却是法利赛人呢。他受过严厉的法利赛教门的训练，因此他精通旧约圣经及律法，所以他不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。他总是逼迫信徒，残害教会，想尽办法将他们都抓去监狱关起来。有一次，他走在大马士革的路上，他来了，我要先躲下来。很好，抓了不少基督徒了，教会已经708路，看来他们就不敢再违抗我的律法，总算。当扫罗正兴致高昂的时候，此时有一道光。这什么光？好刺眼啊！我的眼睛怎么了？怎么看不到了？扫罗，你为什么要迫害我呢？主啊，你是谁？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。起来，进城里去，有人会把你所该做的事告诉你。我怎么看不到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亚拿尼亚，主啊，我在这里。亚拿尼亚，你立刻往街上去，找一个名叫扫罗的人，为他按手祷告，使他恢复视觉。主啊，可是有许多人告诉过我，他在耶路撒冷残忍地迫害你的信徒，他到大马士革来是要拘捕所有敬拜你的人。你放心的去吧，是我拣选他来侍奉我的。我要他在外邦人、君王以及色列人当中宣扬我的名。我要亲自指示他，他必须为我的缘故遭受种种的苦难。是的。扫罗弟兄啊，我是亚拿尼亚，在你前来这里的时候，向你显现的主耶稣亲自差我来，让我使你的眼睛看得见。主耶稣。是的，让我来为你祷告吧。主啊，求你亲自医治他的眼睛。阿门。我看见了，我真的看见了，我看见了。你愿意接受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吗？我愿意。让我来为你施洗吧。主啊，靠着主的名，让我来为你施洗。谢谢你，亚拿尼亚。不用客气，感谢主。在大马士革的路上，耶稣对扫罗显现的异象，让他整个人生有了180度的改变哦。唯有神的大能才能使扫罗改变成为一个耶稣基督至死忠心的人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。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我原本不配当耶稣的仆人，因为我曾经迫害教会，但上主拣选我做他的使徒，特派我传他的福音。那不是可怕丑陋的扫罗吗？他怎么在这里讲耶稣的话？好奇怪哦！快跑，等下不要发现，等下抓住我们了。扫罗看见信耶稣者，想向他们是好干。你们好，我们都是。完了吗？对，那个。根据圣经上所说的，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为我们罪死了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3天后从死里复活。这个大能是上帝的爱。哎，奇怪，这不是扫罗吗？他怎么在这边呢？你看他怎么这边传道了呢？哎呀，
我现在已经是耶稣的仆人。可恶，你居然变成这种人！你知道这样子你挑战我们的法律吗？你知不知道？根据圣经上所说的，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3天后复活，他是上帝的儿子。哦，原来啊，好了，大概知道怎么处理他了。扫罗你，哈，我咋活啊？我在指望中也要喜乐，在患难中也要忍耐。扫罗后来改名为保罗，不但信了耶稣，也开始加入宣教的行列。我为耶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困难、困苦为喜乐，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。平安，我是希拉。平安，我是保罗。您是先知希拉。不敢当。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出发往各地去做服事。好的，我已经预备好了。保罗现在已经在各地传教了。哎呀，我们都太小心了啦，我们都太小看神的作为了。是啊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啊。虽然在宣教旅途中，保罗遇到种种困难，还是教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哦。我以耶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逼迫、困难、困苦为喜乐，敬拜赞美神吧。主啊，是的，无论我们处在什么环境，都要感恩哦。
我愿降服而居耶稣，你的荣耀我所要，和我生命，我属你，永远属你，荣耀君王，你的面上愿医治，神的儿子，彰显恩典真实，何等的爱，带我进入你恩赐，真美好，真美好，我愿降服，高举你名，耶稣，你的荣耀我所有，和我生命，我属你，永远属你。此时此地，愿你升起，你的荣耀就在这里，从天堂到地极，神灵赎回我生命，我属你，永远属你。此时此地，愿你升起，你的荣耀就在这里，从天堂到地极，神灵赎回我生命，我属你，永远属你。此时此地，愿你升起，你的荣耀就在这里，从天堂到地极，神灵赎回我生命，我属你，永远属你。我愿降服，高举你名，耶稣，你的荣耀我所有，和我生命，我属你，永远属你。我愿降服，高举你名，耶稣，你的荣耀我所有，和我生命，我属你，永远属你。我能去哪？除了你施恩最坚，我降服于你施加的恩典，何等的爱，你大能手扶持我，太柔美，何等柔美，荣耀君王，你的脸上有医治，神的儿子，彰显恩典真实，何等的爱，带我进入你恩赐，真美好。
比这美好。在呼召我之处，我要献上敬拜，无论遭遇何事，依然扬声歌唱。无论遭遇何事，依然扬声
的城。我来到你宝座，献上我的祷告，在这宁静时刻，我听见你的声音。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，使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。在这安静时刻，你聆听我呼求，享受在你的荣耀，圣洁中。求你用激烈来光照我的心，你是我心充满了快乐。主啊，你是我全然信靠，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。我来到你宝座，献上我的祷告，在这宁静时刻，我听见你的声音，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，使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。在这安静时刻，你聆听我呼求，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。求你用激烈来光照我的心，你是我心充满了快乐。主啊，你是我全然信靠，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。求你用激烈来光照我的心，你是我心充满了快乐。主啊，你是我全然信靠，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。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。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。那些
给我勇气，我会勇敢走出去。我并不完美，也并不特别，但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。我时常软弱，有时会迷惑，但你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主，你要往哪里走，我就跟你走，领我走到世界尽头，一生不再回头，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，我们的祷告，让复兴从我们开始，讲出爱来到人群中。我并不完美，也并不特别，但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。我时常软弱，有时会迷惑，但你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主，你要往哪里走，我就跟你走，领我走到世界尽头，一生不再回头，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，我们的祷告，让复兴从我们开始，讲出爱来到人群中。主，你要往哪里走，我就跟你走，领我走到世界尽头，一生不再回头，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，我们的祷告，让复兴从我们开始，讲出爱来到人群中。杨苗，交给耶稣，阿门。His smiles are shining.